六一指上师。对。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开始有那个不共内家行的部分，是不是？还是共同外前行。还是在共同外前行。等一下啊。看到了，看到了。一指上师指引导一切佛经。序部论点中从未选说过不依止上师而成佛的历史。我们限量见到的也无有一人以自我造就及获利而升起实地悟道功德。通常自己以及一切众生对邪道很有什么造诣而对于解脱与骗执的圣道却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迷失在空幻的荒野上一般，直至甚少，没有不依靠商主而从如意宝珠中取宝的例子。因此，善知识和善道友是解脱于骗执圣道的真实引导者，应当恭敬依止，应当什么？恭敬依止。好。依止上师的次第分三，首先观察上师，中间依止上师，最后修学上师的义行。首先观察上师，反复很容易什么被有伴等暂时的因缘所改办。因此我们当于一切时外是吧？实处依止上师和善友。譬如普通的一件树木落到马拉雅的檀香树林中，经过数年后就熏染上了旃檀木的妙香，于是这些普通的木材也会发出芬芳的檀香味。同样，若一只具象的高僧大德也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一切威仪也将成为大德那样如理如法。如马拉雅树林中削弱普通一切木，枝叶自染出妙香，依止上师亦随行。如今处于五浊恶世，虽然圆满具足众多虚古宝典中所讲的一切法相的上师极为难得，但是对人们所依止的上师必须具备以下这些功德：未违犯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乘三昧业界、相续清净、通晓经序论点、广闻佛学、
于无边的众生如母对独子般慈爱，具大悲心，精通外三藏、内密40部的仪轨，通达什么？依靠修持，使意于自相续中，现前殊胜的断整功德，以什么？以布施、爱语、同行，力行是吧？力行、同事、是摄法、是数据善言的弟子，圆满是摄。如云，圆满圣法相，圆满指圆满主圣法相者，着世立志故难得。三界清净之大地，多闻大悲，多闻大悲，润心续。等一下，精通如海显密于断正尽慧果丰富，四世鲜花起正业，善缘弟子如风景。尤其是宣说密宗金刚乘之甚深窍诀要点的上师，必须记住诸师部宝典中所讲的，什么？获得不间断能成熟的灌顶，成熟相续，没有违犯什么？灌顶时所受持的誓言和其他戒律，禁持律仪，烦恼和分别念为弱，相续调柔，精通一切密宗金刚乘及基道果的一切续部意义，精通显密，面见本尊等面修指相，什么？皆已圆满，面修圆满，限量正悟实相之意，解脱相续。心相续周遍大悲心，为求利他，断除了今生世间的贪执，所事嫌少，为了来世精进意念正法，精进修持，先解轮回的痛苦，升起强烈厌离心，并且劝勉他人去什么？厌离劝他，以各种各样善巧方便摄属调伏弟子，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具有传承之加持，应当一直如此以为上师。汝云，尤其宣讲窍诀时，得观境界及境界，通达基道果实去意，念修圆满正自解，悲心无量为利他，精进念法所事少，几句愿力欲遣他，善巧传承具加持，一如世事数成就。除此以外，应当使其的上师之法相，虽然自相续中无有稍许闻思修的功德，却自以为我乃是某某上师的儿子或者贵族子弟，种姓方面已胜过其他人，
并且现在我的传承也是如何如何。这是如同婆罗门世序相传的门第观念，并非佛教什么，或者虽然具有少许文思修的功德，少许文思修的功德，但不是以希求来世的清净心而修持，而是担心自己在某处失去上师的地位，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今生的目的，此事成为如木魔之上师。有些上师不能调伏弟子的相续，自己的相续也与凡夫无有差别，无有丝毫特殊功德，但是其他一些什么愚笨之人，却对他生起信心，未经观察，便将其置于高高的位置。他获得名闻利养后，自相续已改变，充满了傲慢，见不到圣者的功德。这种上师称为如井蛙之上师。据说从前有一只年迈的青蛙，年迈是吧？年迈的青蛙长期居住于井底。一天，一只来自大海的青蛙来到面前。青蛙问：“你是从哪来的？”海蛙回答：“我从大海来。”“你的海有多大呢？”“非常大。”“有自己的1/4大吗？”“不止。”“那么有没有一半大呢？”“不止。”“那么有自己这么大吗？”“不止。”“不可能有那么大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于是2只青蛙一同前去。见到大海时，青蛙吓得昏倒了，头顶裂开而死。未曾医治过直指上师，也没有精进修学经序，然后孤陋寡闻，相续中烦恼出众，无有正者正念，违反戒律或事业，相续比凡夫人还低劣，低劣，而行为和如大乘就只一样，所作所为高如虚空，嗔恨和嫉妒心出众，断掉了慈悲性的吊索，这便是所谓的如凤凰相得之上师，是吧？是。什么？所谓如凤凰向导之上师，将弟子引入邪道，尤其是无有生过自己少许功德，远离慈悲心、菩提心的上师，乃成为如盲人向导之上师，不知道打开弟子趋势之商眼。如云，犹如泛指故名法，故立是为自地位，闻思非闻来世故，犹如木魔之道士，虽与凡夫性不为，于之己性之高位，获得力养心傲慢，犹如井蛙之上师，孤陋寡闻，或律是心劣行为高如天，直短慈悲直短慈悲之吊索，
若以狂施真罪恶，犹无甚以止功德，一无逼心明生死，如无盟主大错误，欺诈相伴飘暗处。吴金莲花生大师也说，不察上师如饮毒，不察弟子如跳崖，是不是？崖，悬崖。上师是生生世世的归处，也是开始具实道理的导师。如果不善加观察，一到邪之事，将毁坏信士一生的善质量，并且将失毁已得的下面人生。譬如一只都市偏绕于树下，某人以为是树荫而前去乘凉，结果被毒蛇害死。如云，若未详细观察时，毁坏信使善质量，亦会闲下如毒蛇，故人树矣，将什么受欺受什么受欺亲好。因此善加观察，并且无误辨别后，应当依止一位具足前面所讲的诸功德的上师，并且恒时不离上师为真佛之相。如此圆满一切功德的上师，乃是十方诸佛大悲与智慧的本体，仅仅是为了利益所化众生而显现普特伽罗的形象。如云，圆满德相之上师，诸佛智慧大悲体，所化前先是福相，悉地之根，其无上。如此书上的上师，为了引导所化众生，他真实的行为好像与所有的普通人相同，但是从了义上来讲，其已安住于佛的密意中，所以又与一切世人的行为不同。上师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随圣所化众生的相续而具有密的行为，具有什么？具有密意的行密为。意的行为。所以朝圣于一切反复，他善巧遣出弟子的怀疑，并能忍待弟子的一切邪行和忧恼，如独子之母一般。如供的藏云，不了义随一切众，了义相为诸众生，居密意故甚有情，善且一人有贤行。如此就有一切功德的上师，犹如大船，能救度众生脱离轮回大海；犹如商主，能无误开始解脱偏执的圣道；犹如甘露雨，能熄灭业火炽人的烈火；犹如日夜，能遣出深深的无明的黑暗，显出正法的光明；犹如大地，能容忍弟子的一切邪行及能容忍弟子的什么？忧心劳身以及一切邪行。忧心劳身及一切邪行，并且广泛容纳一切见行，犹如如意树立
是立了今生以来世的一切功德之源，犹如妙品，是不可思议诸乘中海一切医院的宝库，犹如如意宝，乃是随心所欲四种事业习增和等一下啊，四种，等一下啊，四种事业大海的什么？源泉。源泉啊，慈如父母，读无边无尽的一切众生，无有亲疏爱憎平等慈爱，必如河流，对无边无尽的众生生起广大悲心，尤其是对无依无护的痛苦众生，更是迫切悲悯。譬如三网，不为嫉妒心所转变，不为食指之风所动，是如雨林，自相续不为贪嗔所扰乱。如功德藏云：解脱有海如大洲，无迷圣道真上洲。昧业或为甘露雨，前无明暗等日夜，能观诸乘如诸大业，力报圆如如意树，圆具把库如妙瓶，上实胜果如意宝，平等爱众及父母，悲心广浅等河流，无边喜心如三网，无乱实心如鱼影。在大悲心和加持方面，上实诸佛相同，上实与诸佛相同，与其结上实什么善缘者能即生成佛，及上恶缘者则断轮回之根。如颂云：如是上师等诸佛，害彼亦入安乐道，何人正信依止时，降下一切功德语。这个念得非常非常辛苦，所以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前面念的全部再一个一个的重新解释。自本作为